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昨天我们从《列王纪上》的第6章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，总共有7年，将近6个月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第7章，这个圣殿包括所罗门的王宫，怎么样来建成它的细部细节。那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那我会用比较简短的方式，那里面的荧幕上的字也比较小，好，请大家见谅。第7章第1节，所罗门起家己的宫殿，起13年才完成。伊阁去黎巴嫩林宫，长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半。有8香茶会挑4纸，条顶有8香茶的牛，内面有45支条，每纸15支，顶面用8香茶嵌底。阁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相对，拢总有3盏。所有门甲门徛拢是四方，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相对，3盏拢是安尼。伊阁去有挑的大厅，长22公尺，宽13公尺半。挑的头前有走廊，走廊有用挑凸的天棚。阁去王位的厅，就是审判厅。王伫遐审判案件，这个厅的地板到对这边到迄边，拢铺8香茶。所罗门伫厅后面的埕起一间家己大的宫殿，起造的方法相款。所罗门另外为伊的某法老的查某囝起一间甲这个厅相款的宫殿。这个宫殿对地基到壁顶，对外面到大埕，拢是用贵重的石起的。这个石照寸尺拍好，四面用锯仔修整过。地基是用大地贵重的石，嘛有8香茶。大埕周围有拍好的石3盏，8香茶1盏，拢甲上主圣殿的内埕以及殿的走廊相款。1到12节讲到所罗门另外新建王宫。第一节特别提到所罗门建造自己的宫殿有13年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第9章第10节知道，这13年的建造自己的王宫呢，是在圣殿完成之后。因为第9章第10节有讲，他建造圣殿和他的王宫总共是20年。好，那20年也是所罗门在他王位40年当中的一半的时间。那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他是真的是爱神，他先把上帝的殿以及他父亲的交代完成之后，那他才开始来为自己建造。那他在自己的王宫呢，可以分为5个部分。2到5节讲到是黎巴嫩的灵宫，这个黎巴嫩的灵宫呢有3层，好，那它的门是正方形，好，四方形的形状，好，那都有窗户。那第6节讲到是所罗门有柱子的厅哦，好，所罗门廊柱的厅，好，那黎巴嫩灵宫呢，好，大概是44公尺长，22公尺宽，13.5公尺高。那这个有柱子的厅呢，大概是22公尺，好，就是黎巴嫩灵宫的一半，好，长，那宽13公尺。好，那这个柱子等一下后面会再介绍。那第3个部分呢，是第7节的审判厅。好，那这个审判厅是所罗门在这里听审判，好，办案。那这个地板呢，都有铺上香柏木。那第4个部分呢，是所罗门自己住的宫殿。好，那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建造。第5个呢，好，是为法老的女儿所盖的宫殿，跟所罗门自己住的宫殿是一个部分一样哦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圣殿呢是在最上面。好，那这个中间有个大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，就是所罗门的王宫。那至于大卫的王宫是还在呢，还是在别的地方？好，应该是另外的。那
最大的是黎巴嫩的灵宫，好，那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有柱子的厅，好，有大柱廊。那第三个部分呢，就是审判厅，好，或是这个图上面的宝座廊。那再来是所罗门的宫殿，他自己住的地方，还有法老的女儿住的地方。那9到12节讲到这些建造用的石头，好，都是贵重。好，那有考古学者认为呢，这个石头呢是石灰岩。好，石灰岩的特质就是在切的时候很软，但是当它切开接触到空气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硬化。好，那这样也蛮符合好当初这些石头都是按着尺寸凿成，而且用锯子就可以把石头锯开。好，有什么样的石头用锯子可以锯开？好，那但是呢，这些石材呢，从根基一直到房顶，好，都有用到。好，那甚至的根基的大石头，好，一块石头可能就是3.5公尺到4公尺这么长的大石头。好，那这样子来建造。所以1到12节是所罗门的王宫，好，有5个部分来组成。接下来是关于回到圣殿。好，那圣殿的工作呢？好，有一位工匠户兰，好来做总工程师啊。好，十三集，所罗门王派人对太尼请户兰来，伊是拿弗他利支族一个寡妇的囝，伊的老爸是太尼人，是拍档师傅。荷兰真有智慧、聪明、甲技术，后拍逐项重器。伊来所罗门王遐，做王交代伊一切的工。所罗门从台语泰尔好和本就是推罗，那叫做请了这个工匠叫护兰。好，但是护兰的原文呢，好就是西兰，所以就跟这个推罗王西兰呢，好同名同姓。好，那这个名字都是一样，是尊贵的意思。好，尊贵的，好，这个护兰或是西兰。好，但是可能为了怕搞混呢，因为我们才看到所罗门跟他父亲的好朋友西兰，好，就是推罗王的这样交易。好，所以怕大家搞混，所以在这边用护兰，好来区分。好，那这讲到护兰呢，好，他是拿弗他利之族寡妇的儿子哦，而他的父亲是推罗人。好，那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护兰呢，好可能是半个以色列的血统。好，那但是主要有2种说法。好，就是在历代志，因为护兰呢也有在历代志下的第2章14节，好有提到。好，那但是在历代志下提到说，护兰的母亲是但支派。好，但支派。好，那但是在列王记说他是拿佛他利支派。好，所以综合起来看，好2个可能。好，一个就是呢，他的母亲本来是但支派，后来成为寡妇之后改嫁拿佛他利支派。好，那第二个说法呢，好，父亲推罗人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推罗人，好，在原文的意思是推罗，住在推罗的一个人。所以有可能是不管是拿佛他利支派，好，那去住在推罗，好，推罗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但是这不会影响到我们读这段的经文。好，那护兰呢，他在这里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主要是他是一个铜匠，他有智慧、聪明、技能，好，能够做各样的铜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花很长的篇幅来看，这些都是护兰的杰作。15节，护兰铸造2支铜条，逐支悬8公尺，条的周围5公尺30公分，搁用铜铸2个条斗下伫条顶，逐个条斗悬2公尺20公分。2支铜条顶面的条斗拢有挂7组一幕一幕的网仔，甲一圈一圈的链仔，搁做2撮射流围伫网仔的周围，来钻探条顶的条斗。2边条斗拢是安尼。走廊条顶的条斗悬1公尺80公分，有刻百合花。2边铜条的条斗，活网仔边碰圆的所在，拢有射流200粒围地。伊徛2支条伫圣殿的走廊，
正边迄支叫做雅君，倒边迄支叫做普阿斯，头顶有刻百合花，安尼做条的工程就完成。好，那铜柱呢，好是相当的高大，好，那一支呢就有8公尺高。好，那它除了下面的基座，好，上面呢还有一个柱顶，好，这个柱顶呢，是有造型的，好，那这里简单说呢，就是柱顶是用铜，整个都是铜，好，那这个柱顶呢，好，也是有220公分哦。好，那上面还有柱顶有装饰的网子和编成的链子，好，然后有7面，好7个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圆柱形。好，那这个柱的光这个铜柱一支呢，好，它的圆周长呢，好，就达到了530公分，好，所以这个柱呢，5公尺的柱，好，那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粗啊，好，还要大，好，就是高有8公尺，好，光它的圆周，好，就有530公分。那这个柱顶呢，好，柱顶上面呢，好，180公分上面呢，可以看到有百合花，还有石榴，好，那是光石榴呢就有200个，好，2只柱子都各200个。那右边呢，这根柱子呢，好，就是圣殿的右手边。好，那叫做亚金，好，意思就是神将建立，好，它好就是神将要建立。左边好就是面向的右边呢，好叫做坡阿斯，好坡阿斯，好它意思是大有能力或是快速，好那是用大有能力。那在柱顶上面除了有石榴，还有百合花的造型，好那这两个柱子的名字呢，好取在这里，好可能也是在提醒人来到圣殿，好看到这2根柱子，好不是看到建筑，而是看到上帝的建立，还有上帝的能力，好这也成为圣殿的门面了。好，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。好，那在20节有特别提到说，柱顶靠近网子的圆凸面，好，我们刚才台语说碰移诶收窄哦，好，圆凸面，好，那意思就是说鼓出来的鼓肚的地方，好，那这个字的原文是子宫啊，好，子宫，好，那这个子宫呢跟这个石榴，好，下流，好放在一起呢，好，意思可以结合，因为石榴呢，好象征生产。好，象征生产，好，那子宫的意思也是哦，好，就是说，好像上帝的丰盛，好，从上面这样子的丰盛的供应下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护栏的另外一个杰作，东海，护栏搁铸一个圆形的东海，深2公尺20公分，直径4公尺40公分，周围13公尺20公分。东海的盾下面有布仔围的，每45公分10叠，有2排，是住东海时相时住的。东海安置12只东牛的顶面，3只黄白，3只黄西，3只黄蓝，3只黄东，牛尾黄内面。东海的高度7公分半。伊的臀亲像飞的臀，形亲像百合花，会当堆40000公升。好，这个铜海呢，好更是令人惊叹呢。好，这个铜海的深就有220公分。好，那它的直径是440公分。那它的圆周是13公尺，好，13公尺又20公分哦，好，所以相当的巨大。好，最后说它的容量是2000巴特，那已经现代是好，台语现代中文都换算完就是4万公升。4万公升呢，就是一台标准大台油罐车装满的容量。好，所以你想象那个油罐车的样子全部都在这个铜海当中。好，将近3000年前要用铜来打造。那在这么巨大的铜呢，好是怎么打造出来的？好，这就是护栏的厉害。
那甚至在这个铜海的外围呢，好有野瓜，好野瓜就是葫芦的形状，好，所以台语还罪不啊，好，那还有这个是一体成型的，就是在制造的时候，它不是把它镶上去的，它是一体成型的。好，那这个这么巨大的铜海呢，好4万公升，下面有12头牛，好扛上去的。好，那这些牛呢，也都是铜做的。哇，所以光这些原料呢，好，这些贵金属，好，要把它运送，好，跟铸造，好，那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。好，那4头牛朝4个方向。好，那这个铜海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30章，好，让我们看到在会幕当中有一个叫做洗濯盆，好，洗濯盆。那在历代志下的第4章第6节，好，让我们看到铜海在所罗门的这个圣殿，好，所盖圣殿的用途呢，是给祭司沐浴用的。好，那个应该不是跳进去洗澡，好，但是它需要有大量的水，好，让祭司能够有一个洁净的礼哦。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圆柱体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护栏所制造的铜座和铜盆哦。好，从这张图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铜海的位置，好，大概就是在圣殿的门口，好，那一边是祭坛，一边是铜海，好，但是铜海呢，不是要清洗祭物，好，那是由12头铜牛，好，扛起来的4万公升的超级巨大的洗濯盆哦，好，是要让祭司来行洁净的。接下来我们是要介绍左边5个，右边5个，好的这个铜座和铜盆哦。好，27节，荷兰各用铜制作10个盆座，大概做长1公尺80公分，宽1公尺80公分，悬1公尺30公分。大概做4围拢有刀旁斗伫家呢，刀旁有狮、牛甲基路伯，狮甲牛的顶面甲下面拢有浮出来的花环雕刻。大家做有4个铜链甲铜的车链心，做的4脚拢有架，架注伫盆的下面，四边有花环的雕刻。做对内面到顶面深45公分，伊的喙是圆的，直径66公分，阁有雕刻。做的肚是四方的，毋是圆的。四个链伫肚的下面，车链心甲做3连，逐个链悬66公分。链的形状亲像战车链，伊的车链心外圈、指甲内圈拢是铸的。做的4角有4个架，架甲做连做结。做的顶面有圆的壳，悬22公分。做的顶面有凸管甲刀旁，拢甲做连做结。凸管甲刀旁顶面的孔位有刻基路伯、狮甲棕树，4围有刻花环。依照相款的做法，主十个做，寸尺形状拢相款。荷兰搁做10个铜盆，逐个盆直径1公尺80公分，通堆800公升。10个盆座的顶面，每一个座下一个盆，遐个座5个下伫圣殿的南边，5个下伫北边，东海下伫圣殿的东南边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巨大的铜海，好，接下来有10个，好，也不算小的铜座，好，每一个铜座呢，好，它就是180乘180，好，高度有130，这是座，上面还有一个铜盆，好，那这个铜盆呢，好，也是直径180，好，那但是没有那么高，好，稍微浅了一点，好，那这些的用途，铜座和铜盆的用途呢？好，就是要来处理祭物的，好，处理祭物的，好，所以
在左右边圣殿的左右两边，好，都各有10个，好，那每一个铜盆呢，好，都可以装，没有像刚才4万公升那么大，好，就是可以装800公升的水啊，好，就是800瓶的纸盒的鲜奶哦，也是一个一个而已，好，是非常的巨大，好，一样全部都是铜的，好，但是比较特别就是这个是可以移动的，好，所以是为了处理祭物，好，是有轮子的。光这个轮子呢，好，这个轮子也是很巨大，好，一个轮子就有66公分呢，好，这66公分的高度呢，是可以推着来行走和走动的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圣殿当中，好，为了要来清洗祭物所用的。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是刚才看到的红海。好，那它的高度呢，好是比人还高，好非常的巨大，好是里面的容量呢像大型的油罐车。那这个是铜盆，好，那下面呢是180×180，好，那在铜盆好的上面呢是一个直径180，好可以装800公升的水，好来清洗祭物。好，那所以这些东西都组成。好，在圣殿出来的右手边有铜海，好，那右边有5个铜盆和铜座，左边有5个铜盆和铜座，好，那祭坛呢，好是在圣殿出来的左手边，好，所以这些祭物，铜盆、铜座是处理祭物，铜海是祭司，好要洁净，好，然后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祭坛上面去献祭哦，好，所以内外好都非常的讲究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好，圣殿的用具第40集，荷兰搁做盆、土啊、甲碗，安尼荷兰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主一切的工，两支挑顶碗形的挑斗，看碗形挑斗的网仔，400粒石榴分做2边，一边2排。安定两领看碗形挑斗的网仔，10个盆座甲座顶10个盆，一座东海，东海下面12只牛，盆、土仔甲碗，以上这个器具拢是荷兰为着所罗门王起上主圣殿因光亮的铜做。这个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甲因苏甲甲撒拉旦中间的黏土做无铸造的，因为铜做的器具伤多，所罗门就拢无计称铜的重量，无法度计算。所罗门搁做上主殿内所有的器具，金坛、摆献祭的饼的金道、瑞殿头前的灯台，正边5个，倒边5个，拢用纯金做。灯台的花、灯、叶仔嘛用金做。灯台的杯、灯芯的剪刀、盘、放香的撇仔，甲放火炭的盆是纯金做。上内面至圣所的门，甲真殿的门的门钮，拢是金的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、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主圣殿的府库。好，那最后讲到圣殿里面有的器具啊，好，那这些器具呢，好也可以对照是历代志下第4章11节，一直到历代志下的第5章第1节。好，那这些的其他有盆、铲子、盘子，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在这个柱子上面，好，再次补充，好，有200加起来有400个石榴，好，在2个网子上面，好，又再重复提到一次，好，那还有这些铜盆，好，大家做这个整个清单，好，外观，好，那这都圣殿，好，那的这个用具，好，那还有从这些的盆、铲子、盘子，好，那一切都是护栏，好，用光亮的铜，好，为所罗门王，好，
为耶和华的殿所造的。那这当中，有一些是从苏哥还有萨拉旦，中间的尼巴地，在那边所铸造完成，再运送来。好，那这个铜到底用了多少呢？好，太多，好多到无法计算了，好，无法计算。好，那这些东西，好，在圣殿内部的，除了我们前天提到，好这个第6章讲到里面圣殿里面的设备金碧辉煌，基路伯有棕榈树，有基路伯，有百合花，好的这个贴纯金的金，好在这个香柏木的还有松板上，好，那这里也提到说有金供桌。好，那这个金供桌，好，在历代志下的第4章是说有10张，好，不过这里没有提到。还有纯金灯台，好，那但是这个金灯台呢，出埃及记只有一个金灯台，但是到所罗门的圣殿的金灯台呢，是右边5个，左边5个，好，总共有10盏的金灯台。好，那金灯台上面有花，有灯盏，有灯剪，好，全部都是金的。好，那所有好，这个包括这个门的书，好门栓，好外殿的门，至圣所的门，好也都是用金的。好，最后一节好讲到所罗门终于大功告成。好，所以从第6章，好那一直到第8章第7章，好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好的建造，还有所罗门的宫殿的建造。好，明天第8章我们会接着来看，好，在圣殿建造完，好，最重要就是要迎接约柜啊，好，以及迎接约柜完之后，好，神怎么样向所罗门显现的第9章。好，那我们再透过这张图，好，来做一个复习。好，那就是圣殿有门口的铜柱，好，那进去有10个金灯台，好，然后有个金的供桌，就陈设饼的桌子。好，那这是圣所，好，在里面，好，至圣所呢，摆约柜的地方呢，会有2个巨大的基路伯，好，至圣所本身就是9×9×9公尺的一个正方体，好，那这2个大基路伯呢，2个加起来就9公尺啊，好，那也是相当的巨大。好，那在这个圣殿里面是只有祭司，好，那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到至圣所。好，那在这个圣殿的外面呢，有铜海，好，然后呢有利未人和祭司的服饰，好，利未人负责这些处理祭物，好，所以有10个铜盆和铜座，好，那还有这个铜祭坛，好，那在这里并没有提到，好，不过我们有提到祭坛，好，是在圣殿出来的左手边的地方啊。今天的金句51节，安妮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，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主圣殿的府库。我们看见所罗门，好，他在这个时段还是真的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，好，上帝的宗仆哦。那他先用了7年半，好，全心的把圣殿完成，后面才花了13年，好，来建整个宫殿哦，自己的宫殿。好，而且分为五个部分呢，好，这5个部分，好，那所以它有这个先后次序。好，那在被掳归回之后，好，被掳归回之后，好，先知哈该也曾经责备犹太人，好，他们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，好，却使神的殿荒凉。好，那就是跟所罗门的优先顺序，好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的我们，好，应该要为自己的家，还有为神的家，好，我们都要来建造。那我们是否也有优先顺序呢？好，我们的祈祷，求主提醒我们，好，建造看管神的家，好，切莫使神的家荒凉。好，那透过所罗门，好，他这样为神的摆上，上帝也祝福他。好，愿我们就能够效法学习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先来做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日圣经集，互阮过一摆清楚看到圣殿的外口、甲内面、甲每一项这器具所要使用的，拢是为着要来荣耀上帝。阮毋是只有去做建筑物，是要去做一个敬拜上帝、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上帝的这个空间，也互阮会当遵行主你的话
互你的话真侪阮骹前的顶，路上的光，互阮有一个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，也愿上帝继续看顾阮，互阮多多大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基，互阮会当来互上帝你的殿，互你的教会来得到好的起造，就遮物你拢要来煞互阮，也要来照顾阮的家、阮的家庭。阮搁一摆伫主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恩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